多少钱一次啊？1块。干不干净啊？当然干净啦，每天都洗的。那有没有时间限制呢？咦，你要光头啦？上个厕所这么多废话，你到底上还是不上呢？上。李楠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无聊，在这里坐一下。那我们玩个成语接龙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财源广进。进退两难。难得一次。刺穿我心。心痛我吗？妈妈你怎么不说呢？妈不会啊。妈不会。妈不会。上去了。好嘞，队官，等一下。就来了。满上。兄弟，坐下来一起喝2杯，喝完了好去打虎。兄弟，闪开！老虎来了，准备打虎。原来这是传说中的木兰。对不起了，我不认识字哦。我的钱包被人拔了哦，没钱买机票回家了。你借点钱给我好吗？你不是聋哑人喽？你不是不识字咯？你们这是在干嘛？你是谁呀？老公，别小心！你们这里在干嘛？他是谁啊？他是我老公。哦，那今天那个合同就这样定了啊！我先走了。老公回家。